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前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报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下来，哇，好。来，我给你拍线，看我来打掉你啊。有啥代志？来，坐，坐。是安尼啦，阮接到通报吼，听讲恁囝伫台北开车弄到人，而且做伊逃走，所以我特别来了解一下。真是这代志，我，今仔开始，你是毋是看唔到噶？袂啦，伊的车牌号码已经去互记起啊，所以讲伊有伫咧无？无咧，这几天拢无看见人咧。是毋是会向压伊啊？袂啦，你莫黑白药啦，伊若有伫厝吼，请你甲阮派出所特别联络一下。好来，我来找。好，慢行。开始，慢行。搞死你！当时有这代志不该这条。哎呀，你跑你惊死你！免打。你当时入来，你为到入来？哎呀，我拄则入来，为后壁门入来啦。你是安怎为后壁门入来？警察来找你，你知无？我就是看警察，才为后壁门入来，摕出来一我啦。我是安怎摕钱互你？你是毋是真正弄死人啊？哎呦，哪有啦？啊，我只是基本上发现一点仔小小的车祸尔，啊，明明对方弄我呢，所以讲是我弄伊啦。讲要叫我赔20万，也无好，别甲抬呢。你咧凊彩讲讲的？那听你安讲，你无唔对啊？是安怎人爱抬？是安警察要找你？哎呦，爸，这人要抬我，你搁念无当唔使啦？你竟然提一我啦？哈，我提示互你，准做有钱我也袂互你啦。啊，免怎爸啦，这几年来吼，恁爸财产好，你无法用要呆啦，甲政府那搁拍害感情啦。那准做有钱吼，我哪会互你啦？好啊，继续人要讲，跟我来出手，来，跟我快快出手，行啊！你特别安尼啊！哎，爸，你才不要做，行，跟我来出手，你跟我来出手，爸，不好做。静芬，过去拢我唔对，你有能原谅我袂？阿姆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你是要叫我讲啥物咧？静芬，请你嫁互天明好无？你敢我目睭金金，看见阮天明一世人拢无娶死无？阿姆，你莫安尼逼我好无？天明，你嘛无可能用迄种方式在遐折磨我，是安怎叫这样子我无法度了解咧？只要若阮阿爸反对，就算讲两个人斗阵，嘛无可能会幸福咧。
我甘愿一世人伫遐痛苦，我嘛无愿意两个人伫遐拖我。结婚，你有一个好无？你安尼写一个人安尼写痛苦，若是互阮天明知影，我相信伊嘛搁较艰苦。才讲我的囝艰苦，我做老母的人，我嘛更加搁较艰苦，拢共款的。恁老爸若看你安尼写伫咧痛苦，敢讲恁老爸袂艰苦是无？我相信恁老爸是这个结，还未透开呢尔。唉，结婚，时代无共啊，这是一念之间啊。我拜托你，你互我搁想看卖一下。好。结婚，你莫安尼写搁痛苦，我拜托你。就是只要你若是讲点头一下，你若答应我，我马上就甲你老爸提亲，好无？我怎么要来？我求你，我爸爸绝对袂答应的。伊的个性我足了解。伊的个性较安怎样歹，伊嘛袂安尼讲无顾伊查某囝一生会幸福啊。人心肝是百罪，我即摆就要来去，我要来去找。我求你，我求你，莫我做一个无孝顺的查某囝，好无？第一段时间，我爸爸为着我的代志，因真失望，真生气。我希望你莫在伊面头前，搁讲一寡伊无爽快的代志，啊！我拜托你，好无？假使你若搁安尼逼我，假使你若搁安尼逼我，我得。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！啊，我都歹收拾。紧的啦！你搁想要走咯？误会啊！你要走到当时啊？唔对。安尼多表责任吼，唔是办法啦。安尼你良心敢会当过啊？哎呦，你唔知影啦！什么唔知影？老位的老爸就生迄个囝，哼，像你这种人哦，掠来去咧管40-50年哦，应该啦。泰山笑，当咱也无冤无仇啊。是不是你不记得要来掠我？拜托的，阮都无咧食饱收营个。我甲你讲啦，是拄则我伫门口撞到的啦。是啊，鬼就相信你啦！对啊，你放开啊你！你放开你！各位放手了！哎呦喂啊！各位啊！你我打！别个你啊！放手啦！我哋讲就教。这对天来讲，敢若袂需要20点钟咧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好。哦，我会转到
文怡副总吼，好，多谢你吼，多谢，再见。什么代志？哦，是警方打电话来，因讲陈志荣已经互抓到。我唔是兄弟嘛，我爸，你这不老实，你才有慢有话讲，有话讲。爸，你免爸啦，你免无你这不老实啦，今日是啊，规气死死啦！爸，你若讲这话，我是你的姑囝呢。下我来你讲过哦，我这是真正受害者，你紧想办法报出去啦。甲你报，你免用想啦，我来要后生哦，我管你有后生者啦，你家己做代志哦，家己负责，家己负责啊，家己负责啊！你是啥啊？啊，我是你朋友，我叫李天林。你来做啥？警察先生，是因家害害啦，因这是家害害人啦。陈金荣，你家己做啥物代志？你心内有数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是因家害害啦，因这是家害害人啦。陈金荣，你家己做啥物代志？你心内有数。提出证据来啊！无证据啊，你若是要甲代志逼出来吼，对你家己的名声哦，陈正哟，你点去。好啦，无恁先下食好啦，上好是好改啦，袂当再出来处理啦，唔紧换。你不出来，你的电话我已经找到了，你要认证，我拢会出来。这件代志，看在恁阿爸结婚的面上，李小姐嘛甲伊计较，苦神嘛甲伊计较，我会当当作是件代志无发生，而且我杀清这件代志。再想这代志，你来这不收假，你来这不收假，你来这不收假哈，你来这不收假啊！你敢不互恁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哦？我实在哦。好啊，莫讲遐尼济，即马上艰苦的就是恁阿爸。爸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啊！你唔免对不起我，对不起你是鬼我当然对啦，伊啦。我别个甲恁鬼啊！哎，兄弟，你莫安尼啦。我是爱高兴，你不要高兴，你是爱高的。好啊啦，中信啊，啊当哦正向都家己知影讲家己唔对啊，你嘛莫搁甲拍。是啦，中信姐，你嘛莫搁甲拍啦。李元义，李副总，我真感谢你。你莫甲我说多谢啦，来说多谢啦，是天理，我是照伊的意思去做的。你起来啦，兄长。从即马开始，我应该叫你亲家啊。我叫天林妈妈，已经叫几啊年啊，以后我嘛是安尼叫落去。所以天林都变成阮哥哥，我嘛就希望结婚会当嫁予天林，做我阿嫂。尤总，当阮爸欠欠你遐多哦，这温泉，你要叫我这个哎呦，中性啊，那你是咧张拄啥啦？像天明这个囡仔吼，真正无地好找啊啦。嘿，阮淑婉啊吼，我来真孝顺呢。对，无咧啦，你莫再摕来摕去啦，规气安尼啦，天天啊。
阮查囝国花啊，加你啦。哦，太难听啦！我国花嘛使叫小弟啊。叫我泰山啦，你真奇怪了你啊！你含只假傻假小手，哈！无啦，啊你有点仔找着就啊，这个，各位，我真对不起你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哦。你即摆就要阮掠伊关，我互你一次机会，有啥物路用？正向弄着的人，敢若受着轻伤，但是讲的好势，赔偿医药费，正向就免去用关啊。真是，当然是真实的。最后。各位，那，慢请啦。我以后吼，一定对咱各位哦，敢若袂去共款，安尼甲注意，甲听上。安尼好，阵我决定，这媒人互我做，媒人钱互我趁啦。米文，咱是讲实在的，安怎？花啊实是袂歹。是啥物啊？哦，你也唔过啥？拜托，恁两个拢无法面子上，哈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真正要变面哦，我变面你捌过来无？你免踮咧也唔过啦，我也坦白甲你讲，这国花啊是阮查囝呢，我都还袂答应的，你就咧也唔过啥啊？我甲你讲啦，那恁后生哦，你远啥？无啊，你远啥？啊无啦。你唔捌听人讲过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我正话像无代志啊。你免惊，后届哦，我甲你囝拼拢丢啦。好，要拼才来拼。无啥干啥，你看我你哦，拼咧拼。好啊！哦哟，拜托你嘛较安静咧，这是怕出错呢哈。恁两个若继续安尼吼，搁玩落去哦，统统抓起来！你唔是讲要好改，那个弯卡？无啦，歹势，伫遮。嘿啊，讲出来啊！陈乡长，中正节，好啊，天天你我跟你讲啦，我甲中正啊，阮是阮哦，我即马讲实在话啦，这个天人啊，甲建婚啊，两个真适配。有。做翁仔某上赞啦，这个唔通讲啊吼，我做定啦，这我来做着好，吼。啊，你天人哦，人咧诚心诚意，啊，真爱爱咱这个乡亲这乡民，啊，真爱咱的庄脚。我对咱草地吼嘛真喜爱啊，所以呢，伊确实是咱的草地竞赛。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好啦，啥物草地竞赛？我有条件嘞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阿文啦，你要去倒位呀？阿文啦！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！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当然嘛是好代志。你是对要做电灯泡哟？因为我啊无人安尼哦，我煞袂去一你啊。结婚！你甲我放手，过去的代志拢已过去啊。无过去，咱的一切才刚要开始呢。我拜托你好无？拜托你甲过去的代志拢放袂记，安尼对大家拢好。无可能，你的笑容，你的目屎，
讲过的每一句话，我会永远记在心内。除非你有办法，我会当甲你放袂记。正如你听我讲，恁阿爸已经答应咱的婚事啊。你莫在遐后白讲，我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阿芬，你先是讲的是真实的啦。阿文啊，你放心啦，伊若假改骗哦，我当你假改输赢的啦。这哪有可能的代志啊？哎呦，阿文啊，天啊，敢无就无可能的代志啦。老兄弟嘛，啊你唔过来？爸，乖查某囝，以前哦，拢是阿爸唔对，害你受遐尼多委屈，你就可能爸爸过。爸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，嘛唔通安尼讲。亲家啊，上重要的代志，你无讲啊？我这亲家啊，你紧讲啊！是啦，紧讲啦。对啦，静芬啊，等你嘛有听到啊，因逐个拢叫我亲家啦，我哪会无答应？啊，无哦，本来哦我无答应，到迄个戆小囝哦，一直甲我要求啦，我哦。亲家啊，你免讲遮尔济啦，意思就是讲要互天林娶静芬，安尼对无？真实的哦。啊，这个代志都毋是咧办误会啊，个。天天，你徛在那创啥啦？行啦。去吧啦。天天，你紧结嫁啦，我无爱搁等啊。你伫咧着急啥物？咱个人同齐办结婚啊。我跟你讲吼，这叫做啥？叫做杀这堆啦，我就是要开始。